草茶。专家推荐羊拔气、sarsaparilla, 湿草、yarrow, 玫瑰石欧薄荷 peppermint, 等药草。8点勿喝酒。9点控制血压。10点不宜以减肥餐方式控制体重，以免因进食造成细胞分解，将尿酸释出。11点服用为用命要请教医师。过量的烟草酸及维他命 A 可能引起痛风发作。12点保护关节，不要绊到脚趾，同时勿穿过紧的鞋子。13点多吃樱桃，可以疏解痛风。14点以木炭粉和亚麻仁敷在疼痛的关节，将脚泡在木炭粉和水调和的热水中，或是一天服用4次0.5至1茶匙的活性木炭，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量。肾结石，1点摄取大量液体，一天最好能排出约1.14公升的尿液。2点控制钙的摄取量，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，但并非禁止。3点胃药常含有高量的钙，若罹患钙结石，则服用胃药时应选择含钙量较少的品牌。4点勿吃过多富含草酸盐的食物，包括豆类、甜菜、芹菜、巧克力、葡萄、青椒、香菜、菠菜、草莓及茶。5点服用镁及维他命 B6， 可减少90%的复发率。6点吃富含维他命 A 的食物，可维持尿道内膜健康，也有助于避免结石复发。这类食物包括胡萝卜、绿花椰菜、洋香瓜、南瓜、牛肝。但高剂量的维他命 A 有毒，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。7点保持活力，以免钙质沉积在血液中。8点减少蛋白质的摄